台南的牛肉料理有多百变，除了受大家喜爱的牛肉汤，还有牛肉汤泡饭、牛肉汤鸡尾酒等等，甚至直接把披萨挖洞，中间加入牛肉汤，变成牛肉锅披萨，吃起来还看起来很特别，然后就买来试试看。然后我觉得意外的，竟然是蛮搭的，而且我觉得蛮好吃的。住台南那么久，我是觉得不要玩台南的牛肉汤啦，因为它那个口感蛮特别的，不是牛肉汤的口感。对啊，我原本以为可能是汤水这样，结果是砍根。台南人对这款披萨看法不一，在网络上也掀起一波话题。不过更有业者突发奇想，直接把牛肉汤变成涮涮锅，汤头以牛大骨及蔬菜熬煮，口感鲜甜。为了区别，不是选择一般的温体牛，而是和牛。一样，我们可以在汤里头穿烫3到5秒左右。那还有另外一种呢，如果比较可以吃再深一点，肉质会更软嫩的话，我们可以将肉质放在碗里头，然后舀热汤下去，让它滚烫一下，这样子的肉质会更鲜甜。牛肉汤料理各有不同，不管是变成锅还是结合披萨，都是冲击味蕾的美食。记者杨秋快台的报道。